喺今日10月26日嘅田草賽，有兩匹馬特別值得你留意。第一匹係第三場4班田草1200米嘅1號馬，做好自己。點解呢匹馬值得你留意？如果你去第三場實力馬嗰度，你會見到呢場嘅賽事放頭馬唔多，相信多數係呢匹嘅紅海風範，即係話呢場嘅賽事未必係快嘅賽事，因為放頭馬唔係太多。因此排喺內檔嘅同程實力馬可以咬喺中前嘅位置，末段係識得加速過馬，而且係識得做正指數嘅馬匹，係會非常之有利嘅。當然而家係10月份，喺今季有呢啲表現嘅馬匹係更加着數。呢匹嘅做好自己，正正屬於呢類馬。呢場佢係排外檔，咬住個中前嘅位置，末段過馬入 Q，緊緊附嘅啫。而末段係識得加速嘅。今次排內檔，即係佢檔位有利。咁當然呢個係來自今季噶啦。咁如果你去所有馬嗰度揀呢匹馬出嚟，其實呢匹馬佢都係上季尾先至開始起步嘅側身馬。咁如果你睇佢跑法，呢個佢喺呢仗就贏1400啦係輕勝2個身位嘅，係咬住佢前邊走嘅。咁佢嘅跑法係點樣跑嘅咧？即係具備前速嘅，係咪？亦都係具備正嘅時間指數，即係佢跑法係有前速嘅。跟住再跑1400幾仗，2個第3，一個第2，都係咬住佢前邊或者放頭跑嘅。咁如果你睇佢頭段，呢個亦都係具備前速嘅而時間指數亦都係正嘅。咁當然啦，佢唔係仗都係前快末段又唔斷，佢有時前快末段係會斷嘅，係咪？但係佢嘅時間指數正嘅。咁其實呢類馬縮落嚟1200應該係更加好跑嘅，所以你見到上仗練者就將佢跑1200啦，縮落嚟。咁佢縮嚟之後，即使排外檔，由於佢具備前速嘅，其實佢係可以咬住個中前位置，係咪末段過馬而識得加速嘅？咁今次佢排4檔，比呢一仗係更加好跑嘅，因為上仗排外檔嘛，今次係排內檔，因此呢匹馬喺呢場嘅賽事係可以咬住較前嘅位置跑。咁佢如果縮落嚟1200，咁其實佢個末段係識得加速嘅，喺1200米就唔同1400啦。因此喺呢場嘅賽事，呢匹嘅做好自己係特別值得你留意。咁當然啦，呢場亦都有一匹相同跑法嘅馬，就係福聚啦，係咪？佢亦都係今季上仗緊緊附嘅啫。今次係排5檔，亦都係偏內，係潘頓騎嘅。咁其實呢兩匹馬都可以考慮做膽，做邊匹你自己決定。咁當然啦，我哋揀咗做好自己，係因為呢匹馬已經證明咗近仗係較為穩定嘅，因為已經跑咗幾仗啦，都好非常之穩定嘅。而呢匹福聚，佢上仗係初出，咁第二仗佢有冇咁嘅穩定性咧？咁我哋就唔知啦。咁當然嗰個配搭配 top 嘅騎師，咁相信我覺得呢匹馬係得嘅。因此喺呢場嘅賽事，其實呢兩匹馬都值得你留意。兩匹馬其中一匹可以攞嚟做膽，你就自己決定啦。咁我哋就中意排較內檔嘅1號馬，做好自己。而同日第二匹值得你留意嘅馬就係第10場3班1400米。今次就係潘頓騎噶啦，4號嘅喜尊龍啦。如果去實力馬嗰度睇，呢場係有放頭馬嘅，係咪？嘉應騎兵雖然唔多，但係嘉應騎兵佢本身嗰個頭段其實唔慢嘅。佢兩仗都係具備快嘅頭段，係咪？佢係令到嗰個步速係中等偏快嘅。咁即係話喺呢啲咁嘅中等有步速或者偏快嘅場合，咁當然排喺中內檔嘅同程實力馬，末段識得過馬，時間末段嘅指數又係正嘅，時間指數亦都係正嘅馬，較住數啦。
而呢匹嘅喜尊龍正正係呢類馬，上仗佢係跑第三，輸半個身位嘅啫。咁係今季嘅，係咪？嗱，佢咬住中間位置末段過馬而跑第三，正嘅末段指數，即係佢末段識得加速啦。嗱，如果係快步速，佢係唔怕嘅，佢個本身時間都係快嘅。咁如果你再睇呢匹馬喜尊龍，嗱，其實佢亦都係側身馬嚟嘅，係上季中啱啱起步嘅，係咪？跑田草1,200，兩個第二，跟住跑1,400，嗱呢仗就開始贏啦。跟住呢一仗升3班，亦都係贏嘅。咁佢嘅跑法係一匹中後上嘅馬匹，如果排內檔、中檔，佢可以咬住個中間位置，而憑末段加速力嘅，係咪？咁如果係嗰個步速好快嘅話，嗱，佢係可以留喺後邊咁樣，好，即係呢一場係一場快步速嚇，好快嘅步速，佢係可以擺喺後邊衝，亦都得，亦都係可以做正指數。雖然係0.06，係因為嗰個頭段好快嘅，所以你見到佢個時間指數係1。咁跟住加分加磅啦，隔一仗上仗又嚟啦，即係話上仗嘅評分係72分，又係喺一場啦。呢場係偏快嘅步速入邊，佢又係可以衝輸半個身位，呢個係上一仗，係咪？咁呢匹馬嗱，潘頓就一路騎一路都唔放手，係有佢個原因㗎。因為喺現評分，佢已經證明咗上仗係輸半個身位嘅啫。咁即係話，其實喺現評分呢匹馬極具競爭力嘅，因此喺呢場嘅賽事，呢匹潘頓放手嘅馬匹喺呢場4號喜尊龍就特別值得你留意啦。同樣地，呢匹馬亦都值得你考慮攞嚟做馬膽。如果你仲未有職業排嘅計算表贏錢版嘅話，我就建議你依家嗱臨即刻擁有啦。嗱，擁有贏錢版非常容易，你只需要掃一掃呢度嘅二維碼，你就可以即刻擁有啦。記住，千祈唔好錯過嚟緊賽事，只需要用幾百蚊落注而可以贏過萬嘅機會。